面要搁带咱乡亲来关心选举消息，来关心台湾头的家人。国民党家人市长候选人谢国良今日到家人信义市场去扫街拜票，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来收听。同一个时间，对手民进党候选人蔡适应嘛找家人市长林佑昌徛台，一间一间去拜票。林佑昌甚至开对方是老炮的双人组，和谢国良开讲，为了进入内阁是步数进展。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一个落车，真侪支持者随从过来。韩国瑜的人气同款强滚，今仔日这样一去家人信义市场，替国民党家人市长候选人谢国良到扫街拜票。对，我们就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有协助他很多外岛的行程，后来又陪嘉芬姐去美国，所以我们的感情是相当的深厚。我相信他还会来不止一次以上。谢谢啊！ 过去就和韩国瑜的交情袂歹，谢国良当时嘛向马前总统、新马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罗秀燕发声，希望伊会当伫咧选情上尾关头，甲因斗乌演一下。同一个时间点，对手蔡适应嘛找家人市长林佑昌徛台。3号，家人选好。每一条巷啊，家家户户拜票，选民嘛拢真热情回应。不过讲到选情，现任市长林佑昌嘛来开一下对手。韩国瑜加上谢国良韩谢的一个组合就是绕跑2人组。 一个是绕跑把高雄市政丢下来去选总统，然后被罢免；另外一个是这个绕跑出国不愿意承担责任没有担当的人那我想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绕跑2人组你知道林市长他为了求选后能够进入内阁，他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越骂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脸孔越加的丑陋。 选情上尾阶段，各党派候选人无拢开始面前甲民众伫咧博感情，拼人气。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